第5项上头，咱镜头来家己的德家高中甲永庆高中20个学生所组成的代表队，按算27天要出发去夏威夷大学参加 FRC 机器人比赛。你甲其他的国家计将8万的选手竞争。第张在家己县政府就专工举办授旗典礼，希望这学生囡仔会当摕到好成绩。操纵家己设计机器人完成动作，过程唔但爱紧，阁爱准确。队长讲，为题目出来到机器人设计完成安装好势，只有6礼拜的时间，有机会会当出国交流，对因来讲是真好的学习机会。因为我自己之后想要出国留学，我可以先就有这个机会，先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多看看外面的世界，看外面的文化、外面的思维方式，跟国外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合作竞合关系，这中间还要用到相当多的一个英文，所以这是全面性对咱那个嘉义县的小朋友是一项挑战，但是也一个机会。这项针对全世界高中学生举办的机器人比赛，一摆有8万的学生，计共3000多队会来参加。家己县政府这摆唔但补助196万的经费，未来嘛会继续这项政策，鼓励学生来争取机会。那另外一个部分不是比赛，而是国际交流。那我们也现在在定要点，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去跟全世界不同的人种，大家可以互相的接触，互相的交流。我想这对小孩子未来的成长绝对会有很大的帮助。20个来自家己县德家高中永庆高中的学生，把握最后的时间调整机器人。县政府嘛替团队举办授旗典礼，祝福准备出国的选手会当摕到好成绩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